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在节目当中，我们常常带您来欣赏不同的陶艺作品。今天要带您一块来认识的是颇负盛名的赵家窑。提到了赵家的陶艺是非常的有特色，他们还用在地的小麦当作识别商品的标志，同时也跟客家精神相结合，设计出非常有客家味的陶艺。在这当中呢，也让陶艺文化更能够融入你我的生活。位在台中大雅的赵家窑已经有24年的历史，悠闲的氛围吸引很多观光客上门。赵家窑很热闹，在麦田生活圈名号很是响亮，因为赵家三兄弟用小麦创造出令人惊艳的作品。清泉岗这边大雅的在地红土，再加上小麦秆它烧成的灰烬，客家的意象是我们是用桐花。这把壶在倒茶的时候，它是一个不掉盖的设计。然后旁边2撇，会不会？除了用小麦作为商品识别，连游客上门 DIY， 赵家人都会现场教学。一直顺下来，你注意看哦。这样就变成一个小麦了。它比较显色。小朋友用心刻画，也感受小麦粒粒皆辛苦的文化。只是为什么喜欢用小麦来创作呢？这也是有典故的哦。祖母是客家人，那他都会牵着我的手去麦田捡拾这些掉落地上的麦粒，那回去炒，而且把麦秆拿回去当做起火的工具。那这个小麦就是跟我有很特别的渊源。创意无限的还有桐花雷钵，爱心形状的擂茶钵变成了掌中板。大拇指紧扣就能擂茶，相当符合人体工学。而为了要宣传客家米食的好味道，小茶钵也可以让游客倒麻薯。粘在一起。才几分钟的功夫，就像变魔术一样，把白饭变成了雪白好吃的麻薯。融合陶艺的 DIY 课程，完全是因为老奶奶的爱。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真的是不喜欢吃饭，那阿嬷就会很特别的，她把一团米食用很简单的方法，她就把它擂成一个很好吃的麻糬。每次吃到这个麻糬，我就会想起客家人这种对待小孩子的亲情。熊熊的炉火制造出一件一件的精品作品。出身工艺之家的赵家三兄弟各有各的专长，有人负责塑形，有人负责创意。他们将客家精神融入陶艺之中，也将陶艺融入生活。窑烧的高温回应客家的热情，小麦的印记刻画赵家的工艺，擂茶钵、麻薯香飘散赵家窑，蔓延感动时刻。